市面上充斥住各種嘅健身補充品，標榜可以增肌、提升表現，但係事實上大部分嘅效果都好有限，只會浪費你嘅金錢同埋心機。然而，以下3種補充品背後係有多年嘅研究實證支持，有效得嚟又實惠。如果你嘅目標都係增肌變強，我係強烈推薦你試試佢哋。一就係 Creatine 肌酸，肌酸可以令我哋訓練嗰陣爆發力同埋力量表現更好，仲有助肌肉恢復同埋增長。建議劑量就係每日補充3到5 gram， 幾時食都可以。二就係 caffeine 咖啡因，咖啡因可以提升我哋嘅專注力，減少疲勞感，令訓練質量更好，間接帶嚟更加好嘅肌肉同埋力量增長。建議就係喺運動之前嘅30至到60分鐘，每公斤體重攝取大約3至6 milligram 嘅咖啡因。3就係 Whey Protein 乳清蛋白，乳清蛋白係好容易被人體消化同埋吸收嘅蛋白質來源，能夠幫助我哋增肌、減脂同埋回復。假如你平日嘅飲食係比較少肉、蛋、奶製品等等含豐富蛋白質嘅食物，就建議你每日額外補充1至2份嘅乳清蛋白。總結就係肌酸、咖啡因、乳清蛋白性價比高，而且效果顯著，係健身補充品嘅不二之選。